果咱命中有咱人做这种是命变到，安尼有命变到，我不是命变到，啊命中若无中途啊，啊你就要变，啊你变就成咱，所以你不认成咱。但是咱要对咱开始做，咱唔知对咱只是。所以，迄个华人跟主来讲，三界有心生啊，万法有实现啊。三界有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哦，这个三界，乃使讲天地人，这个三界。但是有这个心生啊，今日咱的命运好歹，伊这个心生啊，今日要看痛苦，伊这个心生啊，当时安尼。我今日我要传当中，我亲戚讲，美国有一个专门调查这个囡仔，咱人的心理啊。伊讲哦，摕10块互这个囡仔，10块美金互这个囡仔，啊，这个囡仔看边仔一个迄个记者，这个囡仔3个囡仔，用这3个囡仔，把这个10块摕抓起来，有这个记者。两个其中迄个查某去做游泳，边仔咧面啊，迄个冰啊，冰啊，啊，迄个做咩啊？上迄个所说做个买的一边，啊，一边买啥啊？一边买了2条，一边买了，咱摕到迄个去食了。咱来看就讲，咱的囡仔比咱大人好，但是咱大人呢，摕到这10块啊，伊就无想什么，看着去食了，伊就好行。怎行？经过调查，无一个大家讲哦，啊，伊摕着这是要帮咱摕到伊摕着是到骗，这是网络到做个实验出来。大人，咱的身份强啊，伊摕着这是伊就去帮他，伊会甲这是摕去遐是。咱的人啊，咱大人，囡仔毋是咯，囡仔做这是摕了后，看是可能伊会去帮，去变迄个。什么原因？因为咱的人识。咱个人毕竟聪明，你叫小聪明，对不对？小聪明，我无简单啊，摕着100块，我无简单啊，摕着一个哪位？这是上我的，伊袂把这个物件去帮别人，伊把这个物件去来我家己养死。这个大人的代表的心理就是啥？囡仔，我今日错啦，3个囡仔共3个囡仔，2个抓起来10块，美金10块去帮，迄个可能比迄个去食。迄个记者是有咱办理的啦吼，迄是咧清验的啦。但是一个从去买着啦，迄个图片啊，哦，咱无迄个那时候迄个叫吼，迄个讲图片讲吼，冰淇淋啦吼，迄个冰淇淋炒冰淇淋，迄个记者，所以咧适用的，大人的适，必须的适啦吼，啊适用拢输啦，自输啦。囡仔识无大人是较强，囡仔较有文章啊，较有文化，对了。所以这就是咱家己适用。咱一个人，一个人长期的时候咧，咱这个心在培养。啊，咱这个心培养起，那是上帝的命。咱这个心的培养起是上帝的命。咱今日是咱要学法，咱学什物件？我相信咱若要学习，咱容易啊，对不对？要学习啊。咱要学这个识啊，咱这个学识，咱无比较较难。原来吼，这个识书，甲这个读书，拢比咱，拢比咱定义好。哦，但是咱今日是咧学这个。咱今日是咧学。咱伫学校，拢叫做专业知识，有比如你这科是国文，你这科是数学，你这科是英文，你这科是是会计，你这个科技，这种叫做识，叫做专业，叫做专业。所以讲叫做专业知识，但是这专业知识内底当中，拢以这个世界是学哪？你学伊用，你学伊啊，学这个物件是创啊，学这个物件就是讲后日我毕业要出外口趁钱，要出
唔好即係學識好多，即係伊會使啥？會使了少，會使了少，因為識就是伊分別意識作用嘛。咱人分別意識作用，學了後，咱就馬上去計劃佢意義出來，即係分別意識。所以你這個分別意識，我想講叫做清楚、爭取、爭取、獲取、到處、允許、取得，攏是伊造。不然咱長期性了後當中，這個叫做啥？迄個人識條橋，有識條橋，那麼講迄人識鬼有無？敢有識鬼？識鬼啦，敢無識菩薩？無識菩薩。哦，啊，我講識神，哦，這兩個識神所歸，就代表因伊識愈強，但是伊個定，這個歸叫做定，叫做定位個定，這個定就非常重要，所以叫做識強，識強，對無？識強起來，這個定就種嘞。咱長期生活，咱學到哪咧？學到這個知識，這個地位足重要。咱本來就是有這個條件，要讀這個學問，然後咱學袂學袂，你敢知影？所以這個識，你講識條橋，識橋嘛，對不對？卡，這叫卡嘛，迄個做卡做橋，哦，做橋的做基卡，做轉了9天，有無？我們這個算的。哦，啊，這個去做哪？這個去做委員，這個去做委員，委甲分，委甲分，攏佇你這個心的內底哦，你這個心的內底哦，攏佇這個心的內底。這兩項攏佇你的心的內底。所以咱長期是無學到以前，咱攏比這個，長期是。咱認哦，我足巧的哦，我足識的哦，我足聰明哦，我足牛的哦，我很棒哦，我很厲害哦，對不對？其實是啥？這是比例是哪？比例是不一樣的。你這樣做識鬼的，識鬼有無吼？講你這樣做識鬼的，你比一陣鬼佇你的心裡內。所以講啦，雷神通化鬼，講起來了，鬼是這雷神。咱是內心通話，就是因為你當醫生，這個人，這個力量，攏咧接觸，攏有外口咧接嘛，對不對？所以呢，過去咱有一個叫做長沙，學科技人，